现代台语版圣经尼希米记第10章。看印的人有哈加利亚的囝省长尼希米甲西底家，阁有祭司西莱雅、阿撒利雅、耶利米、巴西胡尼、阿玛利雅、马基雅、哈督、示巴尼、马洛、哈林、米利末、俄巴底亚、但以理、混沌、巴略、米苏兰、阿比雅、米雅民、马西亚、撇该、示玛雅，阁有利未人阿散尼的囝耶稣啊、希那达的囝宾雷、甲灭，以及因的亲族示巴尼、何地雅、基利他、比莱雅、哈兰、米加利哈、哈沙比雅、撒克、示利比、示巴尼、何地雅、巴尼、比尼诺，阁有人民的领袖巴略、巴哈摩押、以兰、撒土、巴尼、布尼、阿甲、比拜、阿多尼雅、比格、瓦伊、阿丁、阿德、希西家、阿索、何地雅、哈顺、比赛、哈达、阿那督、尼拜、莫比亚、米苏兰、希色、米西撒别、撒督、阿朵阿、比拉提、哈兰、阿乃雅、何西亚、哈纳尼雅、哈述、哈罗赫、比利哈、索别、利宏、哈沙那、马西雅、阿希雅、哈兰、阿兰、马洛、哈林、巴纳，其他的人民，祭司、利未人、圣殿的守卫、献司的、圣殿的工人，以及所有甲列国人民断绝关系来归顺上帝律法的人，甲因下某、因的囝、查某囝，以及为明白代志的，拢支持遐个做领袖的同胞，就抓宣誓要遵坦上帝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传授的律法，要持守遵行上主阮的主一切的诫命、命令甲规例。阮无要将阮的查某囝嫁互即所在的外族人，也无要互阮的囝娶因的查某囝。安息日也是圣日，即所在的外族人若带商品也是五谷来卖，阮无要甲因买。每第7年，阮无要种作，嘛无要讨欠阮的债务。阮规定，每年逐个人着奉献4公克的银，做上帝圣殿的路用，包括献祭的饼、经常献的素祭甲烧化祭、安息日、初一、节期的祭物，甲以色列人赎罪的祭，以及咱的上帝殿内所有工作的费用。照律法的记载，阮遮的祭司利未人甲人民抽签决定，照宗族逐年定期献茶，通伫祭坛烧祭物献互上主咱的上帝。逐年，阮要将地上头水的五谷甲逐款树
粗色的果子，带到上主的殿。阮要照律法的规定，将阮的大囝、头上生的牛羊甲精生带到上帝的圣殿，交互伫圣殿得服侍的祭司。我要将上好的面粉、奉献的祭物，甲逐款树的果子、新酒甲新油，交互祭司，放伫上帝圣殿的仓库。搁将阮的土地收成的1/10，互利未人。利未人会亲身来阮建造的城收出产的1/10。利未人去收1/10的时，着阿伦后代的一个祭司甲利未人做伙。利未人嘛着将1/10的1/10带来圣殿，收入府库内的仓库。以色列人甲利未人着将因奉献的五穀、新酒甲新油带入收藏圣所器区的仓库。值班的祭司守卫献死的，嘛踮伫遐，安尼阮绝对无要去杀阮上帝的圣殿。